哦，乡亲啊，这个真好食的四手啊，卡车丁，中华店中的甲冰冻小琉球的，哪会较好食咧？今仔日的美式大车饼。 满花造型的面条，用油煎啊酥酥脆脆，搁裹前蒸糕的麦芽糖浆，再来搁3层啊煮，一喙咬落去，咸咸甜甜，食袂味。搭配这个葱真的是很对味的，很好吃。它吃起来很香，而且也不会粘牙。 这是中华店中的名产卡车丁，虽冇油煎过，不过裹前麦芽糖，口感食起来会较 Q。讲咱掺麦芽，伊咧食有一个迄个。 会香会酥，搁小可 Q 心。同款出名的个小琉球，不过做法无啥同。面条用油煎过了后，搁用翻炒方式倒打麦芽糖，食起来是香香搁脆脆。小琉球四界拢伫咧卖卡车丁，逐年会当卖400万条。不过这卡车丁本来就是讨海人的四手啊。出去讨海，搁无着阵啊，无啥物点心通食，阮拢做这互伊食。中华店中的卡车丁，裹前麦芽糖，口感食起来较 Q。上名是葱仔口味，外形较粗嘛较细条。小琉球的烧梗是用麦芽糖浆落去炒，食起来香香脆脆。有努力梅啊含真侪种口味，伊的形嘛较长。同款的淡散，伫咧本岛含离岛有因家己的特色，嘛拢有家己的市场喜好。